立法院伫去年通过食物医师法的初审，法案的医师2个字，煞引起真大的争议。食物医学界最近是要甲食物医师改名，变作是食物诊疗师，希望讲这个法会当赶紧通过。 接到农民的电话，随去参与进行食物的病虫害相关诊断，这是食物诊疗师日常的工作。农作物在种过程，发生了有什么异状啊？他可以先请植物诊疗师去帮他做诊断，这样就可以降低整个农药的使用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些农药残留的问题。 协助农民精准用药，预防病虫害这的相关工作，这是学界甲农业部最近伫推广食物诊疗。目前全台湾差不多100人左右。立法院去年底通过食物医师法的初审，不过医师这2字引起医界甲学界争议。最近有得到共识，改做食物诊疗师。后来决定就是用植物诊疗师，因为现在大家民间都已经知道植物医师在干嘛，所以。 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开始有人打着植物医师的名号在外面做事了。你有法才能说啊，你有这个资格才可以叫这个名字嘛。但你没有这个法，谁都可以叫，农民就分不清楚哪一个是正牌的，哪个是冒牌的。这个名称哈，我们是觉得要比较慎重的来使用，定义比较明确，非常乐观其成，终于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嘛。 烦恼食物诊疗制度无法制化，会有非专业人士以食物诊疗名义来招人客，拄被食物医师陆续去生技甲农企业这单位扯去，产生缺业。不过相关科系，阁因为职业无稳定，影响招生。真侪考虑了后，食医学界通过改名决议。医界表示，会支持食物诊疗师加紧法制化的进度。食物学界是希望法案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。 后续推动施行细节，也甲教育制度、甲考照这配套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